第9章，耶稣佫对因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徛伫即位诶，有人伫未饲死味以前，的确要看见上帝诶国大有能力临到。过了6日，耶稣带彼得、雅各、约翰暗暗上了关山，就伫因诶面前变了形象，衫发光，极其洁白，地上漂泊诶，无有一个会漂到遐尼白。忽然有以利亚甲摩西向因显现，并且甲耶稣讲话。彼得对耶稣讲：rabbi比，咱伫遮真好，通搭3座边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彼得毋知影讲什么才好，因为因真正是惊吓。有一块云彩来遮卡面，也有声音对云彩来出来讲：这是我的疼囝，恁着听伊。学生忽然周围一个看，无看见一个人，只看见耶稣甲因伫遐。落山的时阵，耶稣吩咐因讲：人子还未对死来搁活，恁毋通将所看见的甲人讲。学生将这话存记伫心，彼此议论对死来搁活是什么意思。因就问耶稣讲：文士为什么讲以利亚的确着大先来？耶稣讲：以利亚果然大先来，复兴万事。圣经的顶面毋是指着人子讲，伊要受真多的苦，互人看轻。我甲恁讲，以利亚已经来了，因也出在意思款待伊，拄拄亲像圣经顶所指着伊的话。耶稣到学生迄位，看见有真多人围着因，阁有文士甲因辩论。众人一个看见耶稣，拢真稀奇，就走去甲伊请安。耶稣问因讲：恁甲因辩论的是什么？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讲：先生，我带我的囝到恁遮来，伊是互下狗的鬼附着，无论伫倒落，鬼捉弄伊，将伊摔倒，伊就喙中流烂，牙牙切齿，身体孤单。我请假你的学生将鬼赶出去，因却是袂话。耶稣讲：哎呀，这个毋信的世代啊！我伫恁遮要到第时呢？我吞忍恁要到第时呢？将伊带到我遮来，因就带伊来。伊一个看见耶稣，鬼就互伊当当的抽风，倒伫涂骹，翻来覆去，喙中流烂。耶稣问伊的老爸讲：伊得到这个病有偌久呢？因讲：对细汉的时阵，鬼偷偷将伊ฮ็伫海内、水内，要灭伊。你若会做什么？求你怜悯阮，帮助阮。耶稣对伊讲：你若会信，得信的人凡事拢会。囡仔的老爸连边话着讲：我信，独我信无够额，求主帮赞。耶稣看见众人拢走上来，就责备迄个污鬼，讲：你这个下狗的鬼，我吩咐你对伊内面出来，毋通搁入去。迄个鬼喊叫，
互囡仔大大会抽一阵风就出来了。囡仔亲像死了一般，直到众人大半讲伊是死了，总是耶稣牵伊的手扶伊起来，伊就徛起来。耶稣入厝，学生就暗暗会问伊讲：阮为什么袂会赶出伊呢？耶稣讲：若毋是用祈祷，这一类的鬼总袂会出来。因离开迄所在，经过加利利，耶稣毋愿意人知影，对安尼教示学生讲：人子得要受交伫人的手内，因要杀害伊。受抬以后，过3日，伊要搁活。学生却袂明白这个话，搁毋敢问。因来到迦百农，耶稣伫厝内问学生讲：恁伫路顶议论的是什么？学生无做声，因为因伫路顶彼此争论，一嘴最大。耶稣坐落，叫12个学生来，讲：若有人愿意做头的，就的确做证人的路马，做证人的车用人。对安尼带一个细汉囡仔来，叫伊徛伫学生中间，佮抱起伊来，对伊讲：凡若为我的名接待一个亲像这个细汉囡仔，就是接待我。凡若接待我的，毋是接待我，就是接待迄个找我来的。约翰对耶稣讲：先生，阮看见一个人，奉你的名赶鬼，阮就禁止伊，因为伊无跟缀咱。耶稣讲：毋通禁止，因为无人奉我的名行异能，反倒轻易诽谤我。无抵挡咱的，就是帮助咱。凡若因为恁是属基督，互恁一杯冷水啉的，我实在甲恁讲，伊袂话无得想事。凡若互这个信我的一个细囝内面跋倒的，倒不如将大木石绑伫这个人的颔棍顶，ฮ็伫海呢。设使若你一只手互你跋倒，就将伊错落来。你欠客肢体进入永活，较赢过有2只手落到地狱，入迄个未灭的火内去。设使若你一只骹互你跋倒，就将伊错落来。你摆骹进入永活，较赢过有2只骹受ฮ็伫地狱的内面。设使若你一蕊目睭互你跋倒，你就气杀伊。你只有一蕊目睭进入上帝的国，较赢过有2蕊目睭受ฮ็伫地狱的内面。伫遐虫是袂死，火是袂灭的，因为的确用火当盐，生逐人。盐本是好的，若失落味，通用什么互伊搁咸呢？恁内面应当有盐，彼此和睦。